哦，这些占用记忆体这么多，Line，最多，抖音第二，脸书第三，脸书的 Messenger，信息传信息的，传送请安问或图文的，影片连接的，影片资讯的。第四、第五，剪映 CapCut 是剪辑影片，叫剪映，放映的映。然后可以分享到抖音。再来倒数第二个文件处理的，文书处理。圣经圣经的手机城市今年2021年安装城次数已经破5亿了，达到5亿次了哦。